呢位就係今日嚟食雲吞麵啦。位於冰怡港嘅永發小炒飯店入邊有一個檔口咧，雲吞麵檔口咧已經經營咗70年㗎，叫做文記自製雲吞麵。咁樣老細咧有一個獨創嘅白雲吞麵，同埋一個乾撈雲吞咧，好唔錯嘅。而且咧佢哋所有嘅雲吞麵啊、雲吞皮啊、肉餡啊，都係老細自己整㗎啦，除咗叉燒之外。建議大家咧就叫一個白雲吞麵同埋一個乾撈雲吞啦，咁樣就可以一麵兩食啦。白雲吞麵咧係有配一碗雲吞湯噶啦，入邊有5粒雲吞嘅，咁樣先食佢嘅白雲吞麵啦。麵嘅口感咧係 Q 彈嘅。於味道方面咧，因為冇白油嘅關係咧，你就食得出去麵本身嘅一個味道啊，係有另外一番風味嘅，幾唔錯。食完白雲吞麵咧，你就可以撈呢個乾撈雲吞嘅汁落呢個麵呢度啦，就變成一個乾撈雲吞麵。佢哋乾撈嘅味道咧，個醬油味咧係你細時候咧好懷念嘅一種乾撈嘅味道嚟㗎啦。佢味好重嗰個豬油味嘅，但係咧你要食得出咧有個味道咧係你懷念嘅味道。仲有啊，佢哋嘅麵咧自製㗎嘛，所以冇鹼水味㗎，一點咧就非常之正。一碟隻半嘅雲吞麵咧係7蚊嘅，乾撈雲吞4扣半，揾食嗰個我哋下次見。